好，咁相信你哋已經錄完咗第一個影片俾我啦。咁之前講過咧，我會教你咧另一啲把位彈同一個 chord 嘅。咁咧我同樣我會俾新嘅4個 chord 嘅 chord diagram，即係嗰啲 chord 嘅圖片俾你啦。咁你可以跟住練。咁我做一次喺呢一度示範俾你睇，然後咧你就可以試埋。今個星期對於開路者呢個歌嘅練習咧，就係除咗上面呢個把位要練晒4下之外，下邊呢個把位都要練到4下，即係每個巴4下。然後咧，如果呢兩樣嘢都做到之後咧，我想你試下將正歌嘅 pattern 咧放晒喺上把位，都練埋佢。咁就係呢個禮拜嘅關於開路者嘅功課。咁稍後會教另一首歌。咁我講第二個。pattern 啦，咁第二個 pattern 咧其實好得意，好簡單嘅。如果你記得咧，我哋有一個 chord 咧係 E chord 喺上邊，我睇下可唔可以清楚睇得到啦。呢個係 E chord，咁將同一個形狀咧搬落嚟第5格咧，就會變咗咁樣個，有啲少似咧。如果你之前彈過 F chord 搬落去第5格咁嘅概念，咁到時你可以望住啦。咁同樣係唔需要 bar chord。封閉和弦係唔需要嘅，咁只係需要第一隻手指啦，2、3手指，跟住最底呢個第4行，咁呢4粒加埋咧就已經係一個 A 和弦啦。咁到時你可以睇一睇本我俾你嘅 chord，咁呢個會好聽好多嘅。我哋會喺中後段比較需要多豐富啲個音色再響亮啲嘅地方，我哋會使用呢個嘅，所以就會係咁樣。就係咁樣，咁第二個 chord 咧就同上次個 B 係一樣嘅。上次個 B 就喺第2格啦，今次我哋會搬佢落去第7格。咁你留意啲點點啦，你留意自己嘅吉他嗰啲邊嘅部分嗰啲點點啦。第7格將上次 B chord 搬落去第7格，我哋可以再睇下。係啦，呢個就係第二個 chord 啦，就係上次嘅 B chord 搬落嚟第7格。咁呢個係一個 E chord。第3個 chord 咧就係B chord 咯喎，咁頭先我哋彈咗嗰個 A 咧，褪落2格，即係由第5格褪落去第7格咧，你就會揾到嗰個 B 啦。係啦，好簡單。最後咧，將有一個叫 C sharp minor 嘅 chord 咧，呢個需要你記一記嘅。不過好簡單，就喺第9格嘅第6線啦。然後瞄住第5線，跟住第4線同第3線都喺第9格，所以個 chord shape 咧大概係咁樣嘅。係啦，瞄住手指瞄住2、3，你到時咧你自己喺個睇個 chord diagram 嘅時候，你就去望清楚咯喎。咁係用2、3、4手指嘅。咁所以4個 chord 加埋咧就會係咁樣啦。在這裡，你正在運行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好，咁呢個咧就係我想俾你哋嘅練習，你哋唔需要彈晒成個 pattern 嘅，你只係需要做到咧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3。咁點解要教呢一啲和弦呢？呢啲和弦呢，佢係只係需要講緊記3、4個 pattern 呢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喺成支琴頸唔同嘅地方周圍玩啦，甚至你夾個 cap 好轉 key 咧，佢都係可以重複再去使用嘅。咁所以我希望你哋記得咧呢幾個 chord，咁同埋佢又可以有一個比較寬闊嘅 voicing， 令你咧喺彈奏嘅過程裏邊咧又更加豐富。咁舉個例係點樣咧？我哋都有得4個 chord，A、E、B、C sharp。我係由正歌轉落去副歌，我哋睇下個效果會係點樣嘅咯喎。在這裡，你正在動工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你是開路者，神蹟創造者，是守夢越黑暗。
咧，你好應該已經聽得出咧，喺副歌嘅時候咧，又會有一個比較豐富嘅和弦嘅聲音啦。呢一個咧係會得到一個比較好嘅效果。咁所以我想你哋咧嚟緊咧，又翻去你個位度啦，試下用左手嘅 chord 彈緊一個比較高把位嘅和弦。嘗試開闊下咧，你唔係只係喺前邊呢度彈，而係試下用後邊一啲開放和弦去彈。咁都係啦，如果你已經練好啦，你覺得可以試下，你嘗試咧，唔需要去到完美嘅，但係你就邀請 Helen 咧幫你錄低佢。咁我純粹睇下咧，等我知道下一堂翻嚟咧要同你分享啲乜嘢。咁啊，大概有5至10分鐘時間啦，你練一練習，跟住錄低佢。